后来，这个婚林有一间高中管教真严，为学生的头毛到女学生内衫的湿水，到这个帽仔的长度，拢有一定的规定。洪批评是为头管到脚，引发着争议。这个事件嘛，伫个网络顶来发酵，有网友伫个民间团体面册来写讲，要放火来烧学校，要假使甲学校来崩掉。学校来报警，警方追踪到面册小号，找到这个人用恐吓公众罪，甲移送法办。网友伫咧面册放声，讲要放火烧婚林一间国中，佮写烧会条，要假使崩学校。这个时，互学校决定要报警抓人。随讲凊彩讲的，迄人咧重伤的啊。先做人恐吓，假是因为学校规定的争议。各界的指教我们都虚心接受，但是我们也希望各界能够抱着理性的态度来看这一件事情。是不是我们的校友？不是。4天前，婚林的这间国中伫咧网络公布规定，写查甫的头毛并甲爱撸起哩，查某囡仔头前毛白挡超过目眉，有内衫爱穿素色，袂爱长度爱超过骹目。洪这期管修罪，网友真不满，来甲学校放声。依这个刑法151条妨碍秩序、公共恐吓公众罪来移送侦办。学校受到恐吓，门禁管愈严。出席干会当为大门，守卫仔嘛认真伫咧顾门。警察加强巡逻，嘛已经找到6位网友，以公共恐吓公众罪送办，伊可能卖方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。